大家好，呢度係 Physics.City。咁上次講過，中學嘅物理呢，其實就對應於大學嘅物理科工程一系列嘅科目。咁而行業呢，可以從事好多行業，而唔係淨係物理學家。咁今次就講下，如果咁啱你係想做物理學家嘅話，你要留意啲咩呢？上次講過，我因為細個嗰陣呢，有好多重要嘅資料唔知道，導致而家依刻做唔到物理學家。所以呢，我並唔係知道正確方法嘅，但係我起碼可以話俾大家知，之前錯過咗啲咩資料。咁要做物理學家呢，其實原來有3個先決條件嘅。我細個嗰陣呢，就以為淨係第一個要有巨大嘅知識，成績盡量要好就可以做物理學家啦。咁原來仲有第2同第3樣嘢。第2樣嘢呢，就係你要有足夠嘅金錢，即係話如果好彩嘅話，你屋企人有足夠嘅金錢俾你讀書，然後繼續升學，升到研究院。你睇下物理醫科嚟講，最好嗰幾間大學係邊幾間？讀研究院嘅時候就讀嗰啲學校。咁最好嗰幾間未必喺自己個城市嘅，可能喺第2個城市、第2個國家，所以可能需要有好多錢。第一個可能性呢，就係你屋企好多錢。第2個可能性呢，就係你成績好到可以攞到好多獎學金。而獎學金呢，就並唔係中學時候嘅100幾十，可以以萬甚至幾十萬做單位嘅。如果你可以攞到幾十萬嘅獎學金嘅話呢，咁就有機會讀到嗰啲大學啦。咁自己賺得唔得呢？就比較困難，因為要賺幾十萬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到你賺到幾十萬嗰陣，例如25歲咯，你已經錯失咗你個腦最靈活嗰幾年啦。咁第3呢，就係人脈。人脈嘅意思呢，就係你要識到好嘅教授、好嘅師傅。第一，佢傳授你一啲獨家嘅物理知識。第二，如果你要讀下一重嘅話，後來升去另一個城市嗰度，咁你就要推薦信。你要揾到一個好有實力嘅教授寫推薦信俾你，憑住嗰封寫得好好嘅推薦信呢，推介到俾你另一個好有實力嘅教授。咁你要記住，3唔識7就寫唔到推薦信，或者寫唔到一啲好詳細、好準確、好有力嘅推薦信。所以呢，你要喺中學時候、大學時候、任何時候都盡量同好多人相處，而唔係普通嘅相處，而喺工作上相處。例如喺大學嘅時候，你係跟某個教授做研究嘅，咁佢覺得你做研究做得好好，工作態度非常之好，咁寫推薦信嘅時候呢，佢就有呢啲相關嘅稱讚。咁將來再升學，升到你自己想要嘅大學，跟到你自己想要嘅師傅，機會大好多嘅。咁我呢度呢，寫咗呢3樣嘢，好似3樣嘢獨立，其實就唔係嘅，3樣係相關嘅。咩意思呢？例如你本身知識唔夠，成績唔好，甚至工作態度唔好啊，咁你幾有錢都升學唔到噶啦，而亦唔會有教授願意收你做學生，或者推介你俾其他人。另外，如果有獎學金幾十萬嘅獎學金呢，好多時係需要大學教授嘅推薦，證明你係一個好有實力、好有前途嘅未來物理學家，你先至會攞到嗰啲獎學金嘅。又例如中間嗰項話錢嘅問題啦，除咗話自己讀書要好多錢之外，將來你跟嗰個團隊呢，嗰個團隊要有好多錢先得嘅，因為需要有好多錢先請到好多唔同嘅研究員，包括用嚟請你。咁有一個有足夠經費嘅團隊呢，先至可以運作落去，不斷做到有意義嘅物理研究。